Defining collapsing life events 定義崩潰嘅生活事件、崩潰嘅人生事件。當檢測到嘅兩個或者多個生命事件應滿足以下條件嘅時候，你可以定義崩潰生命事件導致唔同嘅生活事件，或使檢測到嘅壽命事件無效。你每日只能夠為一個人處理一個生活事件。喺初始產品實驗期間，你無需定義所有崩潰嘅生命事件。當你嘅福利管理員注意到反覆出現嘅生活事件衝突嘅時候，你可以實施崩潰生活事件。如果你定義咗可能喺同一日發生嘅兩個獲勝人生事件，則應將呢兩個事件崩潰為一個事件。崩潰生命事件事例作為先決條件，首先定義你將包含喺崩潰生活事件中嘅生活事件，由此產生嘅人生事件決定咗入學機會。事例中，婚姻可能允許更改選項，員工只有一配偶，但唔允許更改計劃。地址更改可能允許參與者更改計劃，但唔能夠更改選項。因此，喺由此產生嘅崩潰生活事件中，你可能希望允許更改計劃同埋選項，使用 Program 或 Plan Enrollment Requirements 窗口強制實施呢啲更改。崩潰嘅人生事件，將兩個生命事件崩潰嘅結果係第三個生命事件，稱為 Marriage with Move。